乡亲同乐比，大家来上飞。大家好，我係慧娟。大家好，我係用炳。好啦，健要本搭禮拜嗬，都有千度冇圈用嘅你表演嘅節目哦。真勁，基本係我介紹，特別介紹，你冇看過嘅表演。你到底去哪裡挖寶？你真的越來越厲害了耶！佢帶台中啦，先帶台中透露一小點消息，他在佢帶台中董事嘅片。帶台，哎呦，按3度底度。係啊，哦。係啊，佢係我同你講，佢係太史。獅子。咩啊？大師啦，大師。哦，老師的師。係啦。你找到大師？係開玩笑。我就等等嚟看，先嚟介紹一下評審先生。歌友班先生王信飛先生，歌友班先生王麗華先生，客家新傳師楊妹妹先生，輕快來看天主嘅表演咯。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簽訂嘅，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कंगना कंगना कंगना झुम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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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पायलिया पायलिया कंग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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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झुम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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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पायलिया पायलिया छनक छनक के बोले छनक छनक के बोले ओ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गोरे गोरे गालों पे है काला काला तिल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दिल पे अटक जाए आशिकों का दिल जरा बच के रहना चलिए जरा बच के रहना चलिए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गोरे गोरे गालों पे है काला काला तिल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दिल पे अटक जाए आशिकों का दिल कोई कहे तो मुझको छमिया कोई कहे मुझको नौटंकी शहर शहर मेरी बातें मुंबई या बाराबंकी सब कहे मुझसे आके मिल बाबा आके मिल मेरी अदा भी है कातिल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गोरे गोरे गालों पे है काला काला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गोरे गोरे गालों पे है काला काला तिल बड़ी मुश्किल बाबा बड़ी मुश्किल दिल पे अटक जाए आशिकों का दिल
कालपी है काला काला重赏鼓励哇！分享，分享跳舞的女孩来来来，们，老师们请。来，老师请。文平老师，嘿，分享。你好，分享。大家好，我哋係青好跳舞嘅小阿妹嘅。哦，永遠都係青好跳舞嘅嘿永遠就係耶。呀，坤都太嘎嘅笑容哦，全部都年輕了起來哦，而且帶給大家很歡樂的感覺。對，一直都很年輕。對呀，嘿，編排一支舞會花1周嘅時間。我學一首，唱給你跳一首舞啊，牽手2張嘢咯。哦，特別係上夫，因為佢當初衷嘅係眼神啊，頭啊、肢體手啊的肢體，對。有點像拉丁舞。因為這個是印度寶萊塢，它是比較偏重於是印度的電影音樂去編的舞蹈，所以其實都會有一些內容。所以每一個動作都有它的含義在的。也許它就是一整個有一個故事性的，對。所以寶萊塢就是很特別的地方。那今天這一支舞的故事大概是什麼？她就是一個俏女郎，就是一個很活潑的女生，然後對她很喜歡她自己，但她臉上長了一顆痣，所以她很困擾，所以她就一直指她臉上那一顆痣啊，我臉上長了一顆痣。所以你剛剛有看到我們一直指痣嗎？你為什麼要一直 repeat？對，一直就是 repeat？臉上長了一顆痣，對。哎呦，好巧妙嘅感覺。哎呦，對啊有唱到給你嘅評審欣賞來講一下啦。有唱到咪勇妹妹。唔知太高有看到嘛？大家笑容清火，还有它的配件、项链、头发，对轻拥型嘛，轻地我就觉得让我对看的很感动。不管是大小的演出，我們都是一定全副武裝。哦。對，因為尊重，只要一出門。安永，你對安永型吼，就夏天要怎麼辦？你夏天到外面真的很像熱鍋上的螞蟻。它會有一個室內的場地，舒適的場地，讓你好好的表演。它並不會讓你站在柏油路上在那邊表演。其實我們柏油路上也跳過，對，那怎麼辦？碎石子地也跳過，所以那個跳的那首歌的 tempo 會更快哦。然後我們就會就是會衡量，會穿鞋子，但是我們的妝容是不變的。我們常常跳完之後也是全身都濕噠噠的，對。一定的。但是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我一直告訴學生，成就感的一個問題。對，每一個女孩們都表現得很好哦。謝謝，繼續加油，我很喜歡這一段節目，謝謝。要就會敬業的精神啦，哈！安永來看你嘅3位評審欣賞吼，有辦法一枝同高毛。你會幾種鼓啊？我算一下，哦，就算一下。有幾根手指頭幫你拿？3種哦，安永來看你嘅3位評審欣賞吼，有辦法一枝同高毛。來，好，老師暗示誰？嘿，大家喜歡我們，謝謝。恭喜，謝謝。頒獎哦！很開心哎，看到那麼多人，我們更開心咯。真嘅，繼續加油。那能 Q 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咯。
仲祥鼓励。小朋友你好，你好，我都乜嘅名嘅？大家好，我係楊萬鵬，今年10歲，什麼大家？你係很多乜嘅鼓？這是非洲鼓。非洲鼓，非洲鼓，这个都是非洲鼓。对。哦，今天结合了打击你会乐曲。几种鼓啊？只要会打鼓应该都可以，对不对？我算一下，哦，就算一下要。几根手指头帮你拿？ 3種。哦，不是3种，想的很像他有20几种一样。第一种是非洲鼓，嘿第二种是康佳鼓佳鼓，那再来的爵士鼓。爵士鼓。就是他然后就是刚刚在刚打的那个。哦，厉害厉害厉害。那你觉得他打的怎么样？比我好。你好好笑，那可爱了。那这位姐姐，你有什么感觉？非常的高兴。哎，我刚刚在那边看你哦，你那个转棒子那是有什么含义吗？就是耍帅耍帅，对，哦，我以为在数拍数节奏嘞，是耍帅而已。耍帅啊那你练多久？你说爵士鼓啊，大概2年。 2年哦。 2年哦。哦，那你们这一团呢，就是结合了爵士鼓跟这个鼓队非洲鼓，结合了大概多久的时间？不到2个月。不到2个月。你们是新出炉的吗？你们是新品上市就对了。我们是以惊人的速度练出这个团队，惊人的速度。多惊人，讲出来让我惊一下。就2个月没。大概2到3个小时左右。 2到3个小时。到底来宾讲话你有没有听？他说他成立了2到3个月，但是他这个练习只有2到3个小时。是每个礼拜2、3个小时。啊，没，你到底有没有听来宾在讲话？那你今天花多少时间彩排？不到1个小时。真的很惊人，哦很神速。那我就看你今天的成绩好不好，有没有办法拿到奖金哈？来，先听讲评，新慧老师请。 哇！我必须为太棒了我们这个鼓动打击乐团啊，这小朋友啊，给个掌声好不好？哦，懂厉害呢，真的，结让我合太惊艳了。嗯不管他们在力道上、节奏上嘿，都打得非常好，而且从他的收容哈，哇，看到什么青春、阳光、秩序，阳光，对的，为我们这群小朋友哈，加油加油！谢谢，很棒，重赏鼓励，重赏鼓励。你快帮他看一下有没有奖金。很棒。就会面对俩3位评审先生哦，有办法一枝同高老。师，请给灯。 30点，好敬你敬你，加油 ，OK。继续加油，好。好，跟好了，跟孩子为表演。
辛苦你，分享你，谢谢老师，佩莹姐，大师了才对，对不对？真的是大师。就是用俺的用啥？好，我们左右了两边拿，这是老师最近的作品，对不对？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你副的对联哈，很爱啊。对那片块是对联向好哈，思人慎勿念，都係講本人呢，無念頭心肝肚。對向子講受思慎勿忘，那接受人本來，生唔得唔記得。所以這個是最近寫的。嘿啊，有沒有菊英老師也到我們現場寫了這一幅哎？嘿哦，海綿寫太師。用白銀有兩隻想法，我用海綿做書法。因為我係僑委會、僑務委員會外派到海外嘅老師。是。所以講我較接觸泰國嘅北部。我去甲鄉頭做教學嘅時候，因為甲鄉當道嘅無方便，所以講我都要尋當地親簡單尋到嘅東西。就係就地取材啦。就地取材。所以講咧海綿行到內行到繞，嗰是點咧嘅海綿佢會吸收，佢會吸嘅鎂。所以講嘅。鎂要用到，也係要用少，我自家是得控制。好控制。個海綿佢就四角，就旋行嘅邊角。那我寫較粗，就用較大力；我寫較柔，就用較細力。所以講我因為想講啲落款嘅部分，冇得來強款，用強到海綿來寫。還有 T 百寬度。用海綿來寫書法。對呀。這目前有沒有開班授課？有，我一直都在教。就是海綿這一塊嗎？不是，是教書法。就是教書法。書法跟水墨。老師寫書法寫了20幾年。20幾年。因為教嘅時因為正常教用毛病，但是你像講我哋一般因為我教學生講，你除了毛筆之外，你是得用乜嘅東西來寫。其實乜嘅東西就做得寫啦。挺有藝術吼。懂理會，按用來談款的那個評審欣賞，用白銀講哈。來，麗華老師。哇，我們這個徐老師哈，徐老師真是厲害哈！佢喺寫喺當中嘅，就感覺得到哈，哇，佢唔單止哈，佢要表演嘅海綿，好來寫。事實上，就看得出佢嘅書法的個功力哈，原來有20年的功力按成後哈，但是能夠講個運用到呀海綿哈，哇，真的是已經精通嘅啦哈，真的很讚。謝謝，謝謝。你個啟欣賞啲那啲授課。我因為然後對台中辦到將係董事，我係董事人。董事啊，羅拉，董事人你辦將係屯老人家鄉下帶，所以講我哋上課嘅地方到豐原、石岡、東勢、和平。老師。講嘅強係太埔強，然後那個西岩強，佢冇強用。唐人省啦，唐人省好，所以前面的剪後面的這樣子丟去了，大概就不會差到哪裡去。對啦，我都是這樣子的。對呀，唐人出來。咁我們唐人省係咪？唐人省啊，就剪貼。對，剪貼這樣子。好，來看。好，安尼樣來看3位評審現場啊，有辦法一致通過嘛？哎，謝謝。哎呀。一致肯定。好。恭喜哦！哇，感謝那個啟泰師啊，哈。對，徐大師、徐英老師哈，羅蘭哈，在他這個海綿書法這麼完美的筆畫之下呢，今天節目又告一段落了。哎呦，到了尾聲了。我們超級感謝3位評審欣賞。還有希望佢哋嘅所有嘅參賽者，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向前同到飛，太假來上飛，再見，下次見咯。